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在新北市邦桥有一个幼稚园老师，甲这囡仔吃爱困药啊，目前8个囡仔检测有无反应，教育局也甲因的设立起课期废止罚15班。最近这性骚扰案件一直爆出来，中央要修改性平3法，雇主若准甲人性骚扰者，要加重处罚。中正大学有老师伫咧招去中国的夏令营，学生只要出席机票钱就好，引起本土政党质疑讲这是统战的行为。在新北市邦桥某一间幼稚园，进前互家长指控讲，有这老师甲囡仔饲这爱困药啊，已经有17个人去报案。教育局证实讲，带去检验的28个囡仔内面有8个人检测药物反应，目前甲这幼稚园的牌废止罚15班。幼稚园的总部今仔日也发出声明回信咧，讲会甲这间分部停止合作，也因为这内面还有真侪所在有记录，检警今仔日去敲第2解，甲这个园长顶8个人带登去问话。检察官指挥警方透早来到幼稚园展开第2摆的搜索。会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目前已经有17人提告嘞。当连园长拢是询问的对象，用手抓面无回应，在律师陪同之下，方带回警局。检警车牌分几条路约谈园长甲老师拢总8人。园长要不知情，我觉得不太可能啦。有的小朋友说也不止1杯，那用量应该是很大，这个东西的来源是哪里来的，校方会不清楚。新北市邦桥这间幼稚园有家长指控老师擅自饲不明药物，造成囡仔情绪异常，目前已经有17人报案。检警的2摆搜索也是要配合清真济疑点，像监视器画面安全会伫4月就消息。清查园内老师诊断记录，无清领相关药物的药单，那药品为倒位来咧？即马搁较压出扣留的手机内底未招对话信息已经互删除。看到风波退烧，幼稚园总部也紧急发声明，向家长回示咧，强调这间幼儿园是家名者自主经营，虽然真相等待配合清，有愿会终止家名合作，向负责人追究可能赔偿。那新北教育局车牌回应，目前受检的28名学童有8人验出微量反应，体内残留管制药品巴比妥定用来安眠的，已经违反幼儿教育甲照顾法，会废止设立许可，相关罚15万。部立台北医院现在可以来提供免费的检验，还有对孩子幼儿的健康的追踪。我们会在统领全国所有的幼儿园对于用药的安全的部分，绝对要极其谨慎。教育部表示，要5摆打电话予教育局积极处理，会通令幼稚园注意用药。那卫福部也讲，有提供免费检验追踪，予囡仔医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洪山的中正二校传出有65个人互相患着类流感，昨学校搁再通报加20个人感染到，目前已经有85个病例了。本地干那12个班爱停课，即马是规校拢停课，改做线顶上课1礼拜。也因为这学校通报了上过班，互卫生局罚12000块。学生拖行李来到校门口，准备返去厝。伫咧高雄凤山中正5校前几天爆发类流感的群聚，造成高二学生总共65人感染。原本高市卫生局要求有感染者的12个班停课，但校方决定初8开始全校停课1礼拜。学生返家居隔管理，改采远距教学方式授课，令学校同步进行全面清消作业。持续监测与掌握人员身体健康及心绪状况。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应该要通报卫生局，所以我们觉得中正医校应该要对于防疫有更积极的这个做法。
因为校方进前无照规定通报，卫生局准备以违反传染病防治罚处12000块的罚金。事实上，除了已经知影65例，中正5校初7暗时再度通报增加20人感染，分布伫高1的3个班甲高2的7个班内底。目前案例已经有85例。卫生局针对中正预校日前发病的学生进行采检送验，那经检验结果确认为 A 型流感。那卫生局将持续督导该校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初8透早学生接续离开校校，校方嘛伫这几天陆续完成消毒，确认这摆群聚是传染性真悬的 A 型流感了后，卫生局嘛要求校方爱监督老师甲学生的症状，若有症状还是增加案例爱赶紧通报，避免群聚继续扩大。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即马有逼出一个自卫警察，甲6位查甫员工性骚扰。目前这个自卫警察已经向记性界调走啊。不过今仔日有2位受害者出面来指控，这公园处的主管面对性骚扰的代志拢唔处理。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无温准暗含的行为，也无度忍受性骚扰，已经要求就要赶紧调查。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有一个男性自卫警，互人指控为1807年开始长期性骚扰，也甲即场霸凌6个女职员。公园处指出，去年12月有接到3个女员工申诉了后，都甲自卫警调离开原办公场所，各记2支训诫。不过受害人出来讲，公园处的主管处理态度无真认真。事发以后，整个公园处全力的偏袒这位加害人，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只要求这位自卫警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其他工作休息时间还是可以在原单位办公室，这叫什么调理啊？像他这样哦，人家都会害怕。提出自卫警的性骚扰消息，受害人指出，这个自卫警原来会伫无人的所在乌白工忙，甚至互人申诉了后，佫会报复。伫半暝加班的时阵，甲铁门撬落来，互因关伫办公室内底。受害人找议员真前开记者会，议员煞伫开会前接到这个自卫警敲电话讲，放掉要甲过。今天你已经确定是被惩处的人了，你的延迟性骚扰是确定的。你居然还敢来电到议员办公室，要试图来告知我们不要进行记者会，试图来告知要做提告的动作，对加害人2次的伤害。我们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也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我们对于性骚扰绝对是零容忍，也严厉的谴责相关的言论和行为。对于疑似有职场霸凌的事情，劳检处也会依法进行相关的查查。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积极介入了解调查。若是公园处自卫警队长原来互人逼空有家暴加班费的代志，蒋万安讲会全面检讨改革制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到性骚扰的案件，即马艺文界甲教育界同款也发生了。这伫汉文化协会的执行长朱立熙伫面册顶头就讲，国家影视厅中心的男组为董事长真接甲人乱骗说，这男组为唔承认指控，也讲无摆渡要来追究法律责任。另外，这嘉义大学也有查某学生指控讲，这体育系细黄的主任也有性骚扰的问题。学校表示讲，已经启动性平调查，到评会也已经把这个主任暂停评评了。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开始执行这部纪录片。伫舞台顶热烈谈论长期伫艺文界努力的国家影视中心董事长蓝祖伟，互人逼空，好亲像真接甲人性骚扰。伫汉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初一半暝伫面册写文章，讲蓝祖伟捌偷用别人的信箱密码，半暝写批互记者甲主播文字性骚扰，佮互人看到捌要求女记者坐伊的大腿。毋过蓝祖伟嘛发表声明，强调这个指控拢毋是事实，严重伤害伊的名声，请朱立熙爱暂暂，安尼无要追究法律责任。严肃、严谨、谨慎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依据《新民法》第12条，那他所在的这个之前所在的这个事业单位，就是发生地、发生的环境，可能要尽速展开调查，来要求督促来了解说当时发生的事实的状况。最近性骚扰事件的相关文章伫网络社群渐渐增加，像嘉义大学都有女学生指控体育系姓黄的主任伫指导论文的时阵，真侪间感染，也阁有牵手的代志。
不过提出申诉了后，老师阁敲电话来靠餐，阁找人施加压力。校方面是回应讲已经启动性别调查，教评会嘛已经甲老师暂时停止聘用。接获通报，4月18号的时候，疑似被害人有向性平会提出申请调查，整个事件都在调查过程中。校教评会的决议呢是停聘到9月10号暂予以停聘。接受调查，权利的这件事情的结构，它不只是只有就是这个加害者拥有很高的权利，而是说这整个环境里面烘托了这件事情，然后让这些被害者认为他说出来并没有帮助，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因素。民间团体是讲，部分受害者会因为社经地位、权势关系无对等，也是烦恼会搁再互人伤害，所以选择吞论，是毋是会当有更加健全完善的防治系统，显得特别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表示，家己伫咧做立委加市长期间，翕相的时阵，捌互支持者头往尻川，伊也呼吁讲，这性骚扰受害者就要勇敢站出来。面对中央即马要修法，这性平3法修法了后，若准头家雇主对人性骚扰会加重处罚。民进党团表示讲，会伫咧后一个会期大声处理，做上完整的规划。那你就看到有一些色狼，他在跟你拍照，表面上是跟你并列，手却摸在你的屁股上。我当立委的时候碰过，我在当市长的时候都碰过，大胆。台中市长罗秀燕伫会议上讲到，家己捌遭性骚扰，伊细汉时阵甲真侪女性同款，受害点都唔敢讲，也真歹记证。即马呼吁受害者爱勇敢面对，无需要吞论。那高雄市议长孔如成也伫面册讲，高中的时捌伫路上，互一名开卡拉车的男性望向步，伊迄当时就用脚甲伊踢顶现，零容忍的态度。徐松义道歉下台。宜兰消防局性骚事件也是连环爆，伫女消防员轰动伫房间了后，佫传出有分队长先就拍开查某的房间偷袭女队员的群。消防局拢消极处理，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局长落台负责。在这样子的事件一再发生的情况之下，应该要检讨性骚扰事件的处置流程，以及增加这个实体的性平课程。总统蔡英文除了伫面册会议内，也请行政院长陈建仁就3方向进行解决，包括参考国际做法，重新检视即马性平申诉机制，跨部会进行性平法规总检讨。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为优先法案，目前性平3法修法继续进行，建议对雇主为加害人加重处罚，佮建立优先申诉环境。第一个是明定性骚扰的指引，第二个是建立更健全、有效与可信赖的申诉制度。那相关的措施若有一定的进度，我们会尽速向社会大众说明。民进党团表示，后会期会用特急件做上完整的规划。民进党立委范云表示，性骚法规定1年来爱申诉4号上底，也希望修法会当延长。国民党团表示，当研议会提出家己版本的性平修法，保障受害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日宣布，通勤月票 T-Pass 在北中南3大生活圈，包括11个县市，对6月15开始就会当去买月票，7月1开始使用。不过，代替即马说讲，这过加票口的时阵呢，因为系统未互换，敢若会当用另外一台机器，或者月票的民众使用。全新的票卡感应机写行政院通勤月票专用，都徛伫代替人工闸门通道。7月1开始使用上新的通勤月票，即代替都要直接路卡行人工闸门通过，其他本来的自动感应闸门拢无适用，互人烦恼接风时间卡路敢会顺。它的全部的闸门使用会在半年后，大概年底哈。那这段时间我跟台铁局很多讨论，就是包括现场人员的疏导，已经请台铁用一个最高的等级、最好的服务来进行。交通部宣布，北中南3大生活圈通勤月票确定伫7月7日上路，6月15会当移购票卡。北中南无共识，家人双北桃园月票定价1,200，适用捷运、轻铁甲代替客运甲公车，也有公共自单车。中中岛月票台中市民699块，毋是台中市民999块。除了代替甲公共客运、台中捷运、市区公车甲公共自单车嘛包含在内。南高民月票定价999块，陆上
中公园以外道路嘛适用。另外，桃园新店苗栗生活圈、北宜生活圈，也有花莲县、台东县，拢已经提报方案到中央，不过也伫初审阶段。各大生活圈送来的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案，那原则上就是说，我们都还是在这个3年200亿元的这个预算额度内。如果是整个它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的话，其实我们会另案的再做相关的一个处理。通勤月票伫要实施，平常时啊坐客运也是火车，由桃园到台北的通勤族真有感觉，尤其来台北这个转坐捷运嘛适用，袂少通勤族拢计划买买。我住桃园嘛，然后想说桃园来这边，就是火车好像也可以算在1200里面，这样就对我来说很划算。这样子我会考虑啦，对，如果说之后使用频率这个部分使用频率高的话。交通部表示，估计北中南3生活圈的通勤月票实施，有62万通勤族会有好处。未来会逐步纳入更较侪票种，同时精算各种运具补贴金额，把将市省动用特别预算资源，让做试办效果良好，未来会搁找财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按算7月初3开始申请。内政部表示，讲配合民法的规定，申请的年龄会修正到18岁，只要符合资格，也拢会当申请。今年目标是要协助40万户税厝的家庭来减少生活负担。为着让税厝的人负担卖较大，政府去年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今年会继续扩大。民众对7月初3开始申请，是随到随办，未搁制定申请期限的限制，嘛唔免搁提供厝主的资料，嘛放宽申请对象，配合民法，即马18岁就成年，只要满18岁，拢会当来申请。除了家里提供金援以外，就是也只能透过家教而已。如果要把书读好，又要负担学费的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减轻房租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式。就算是合租的话，可能还是蛮贵的，尤其是如果是套房跟雅房，价钱也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补助还是会好一点。以台北市学生厝卡做例，只要伫咧台北市无结婚也未满40岁，而且家庭成员是无帮产，成员嘛无去申请其他主体补助。所得符合台北市生活费的3倍以下，就当申请每个月补贴租金3000块。另外35岁以下无结婚的青年，每个月租金的补贴会当到3600。若佫有低收入户也是中低收入户的身份，每个月上悬会当领到4200。房市的专家就认为讲，租金补贴上路了后，市场的计价和需求会依转变化，厝主会愈歹做。对包租公最大的影响就是政府借由租赁的资料来追税，其实国税局可以对你往前追好几年的这个逃漏税的一个资料。内政部表示讲，政府扩大租金补贴的目标是40万户，若是申请补贴了后，互厝主甲你起厝税，厝卡会当向县市政府来申诉。若厝主一直无改正，上当会罚款50万，而且每一摆拢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AIT 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目的就是要和各党的总统参选前会面。初七下晡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见面交流，过去并客放天灯。侯友宜也对伊表达有拜访美国的计划。因为今早起，副总统赖清德受带罗森伯格去到台南佚佗，要参访奇美博物馆，食台南的点心。罗森伯格按算伫明仔载会甲郭文德会面。台美交流，友谊长存。欢喜用毛笔伫天顶写英文祝福。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此行来台，初期会见头一位总统参选人，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两个人下到，那伫市政府会面，讲到台美交流甲两岸关系，暗时搁到北客放天顶，真侪位国民党立委陪同出席，活动继续到半暝结束。昨天的气氛非常好。双方做非常好的沟通。据了解，伫暗现场下，侯友宜公告刷落来要访问美国议题，罗森伯格也对此表示欢迎。国民党积极备战，策备中岛国家是头一摆举行，由党中央立法院党团、智库甲校团队的四方会谈，希望下当集中国较强的共识，就选战制造甲策略有所讨论。前一天，才见完侯友宜，副总统赖清德车备早起，就带罗森伯格游台南，头一站前往奇美博物馆。罗森伯格不时欢喜大笑，赖清德也介绍大天后宫甲老街。罗森伯格体验雅香参拜，也食在地美食，也个古早味的当归地。Is taste good? Yes, tastes very good.
罗清德顶摆已经甲罗森伯格会面会，即摆以文化交流，希望互罗森伯格留好的印象。也毋过早起国民党所召开记者会，质疑罗清德无要讲中华民国宪法，搁改讲和平保台。罗清德办公室反过来批评，指控完全背离事实。国民党整个党老三便当吃太多，所以他们现在找不到主题了。罗森伯格有计找到甲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会面，出现甲纳入北总统参选人都有接触，也为未来可能的访美计划先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郭文泰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下晡去到以外国媒体为主的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演讲，媒体也甲焦点放在台海局势，也个两岸议题。另外，郭文泰也针对到这钓鱼台只是要掠鱼的风波做解说，强调无牺牲主权是要先解决民生的问题。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访日本的上尾一站，来到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先演讲才接受访问，重点拢伫两岸的议题。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发现全世界都很紧张，不紧张的是台湾人民。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可能为了选票上的考量，所以刻意把这个忧患意识压低。郭文泰表示讲，应该让台湾的2300万人先有共识，两岸才会当开始有意义的对话。外国媒体问伊讲，台湾人民敢会当接受两岸1+7的讲法？郭文泰认为讲需要互相来了解。45岁我们台湾人民说，1+7还是比1+仇好，要求对方谅解。其实有时候也要转过头来跟台湾人民讲说，我们的确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需要处理。日本台湾选择自由会收备处正式开始运作，嘛是拓海外基地的起点。但是郭文泰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到钓鱼台，伊讲台湾渔民无想要这块土地，只要会当伫遐掠鱼就好，引起争议。解决民生的问题是优先嘛？那我也知道，选举到一定要这样。怎么讲？就是穿凿附会的哈，然后这个小事扩大，这我都理解了。钓鱼台的争议是继续烧。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批评讲，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元首应该全力来捍卫国家领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加拿大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彻七吹到南平，危害美国10外州的空气品质，超过1亿人是受到影响。而且这空气品质指标是出现有史以来上界歹的数据。规个东华开始取消这户外活动，机场也暂停无人机起降，户外体育比赛延后。当地政府也建议讲，民众若准一定爱出门食，上好是挂 N95 之案。纽约曼哈顿世博广场，吹起大地一片甘芒黄色的烟雾中，空气中全是臭气熏味，真侪街路人拢甲嘴沿大起来。You can't even see Statue of Liberty today, and usually it's bright and clear. I'm trying to get lots of pictures as much as I can, but as you can see, when I took pictures, I cannot see the building. It can. 规东北部地区出现20几年来上严重的桑拿大火烟害，一寡地区环保署的空气品质指标 AQI 甚至探到400以上的数值，通常100都是无健康，300是危险的状况。滨州的北利县市中昼12点 AQI 称到42，正做全国污染上严重的所在。纽约市东港下晡的 AQI 是342，比国际出名的空污大城市德里和杜拜较低1倍。东华校赶紧取消户外活动，机场暂停班机起落，各种户外体育比赛延后。纽约州州长何楚召开记者会，讲这场空污若紧急危机，建议民众为着健康设想，尽量踮厝内，唔通出外。若是要出外，一定要带 N95 吹烟。嘛宣布这2天会送100万的 N95 吹烟给州内民众。We have over 400,000 distributed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at state parks, MTA stations, Javits Center, Port Authority, and bus terminal, and anywhere else people need them. 这个加拿大桑拿大火所引起的空气污染，影响美国10几州的空气品质，人数超过1亿。气象预报机构讲，爱到周末空气再变好。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最近伫亚洲有极端的高温，这40度以上的高温，互民众是记载袂调。亲像越南孟加拉用电量一声就欠悬，欠电危机影响到民生甲经济。连中国北京也是连续2天拢发出高温的警报。北京的气温是起哩到-37度，当局连续2天拢发出高温警报，民众去街仔路，戴帽仔、穿长是包甲红，搁夜雨伞摕过时咧热，这种高温已经几落摆，大概嘛习惯啦。家里准备了风油精、人丹、藿香正气水。那不怕，那干这个活的肯定不怕。里3层外3层，涂了防晒，然后戴帽子、防晒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就会更热。东南亚同款是有够烧热，孟加拉这礼拜气温已经到-41度，短时间内是降袂落来，已经互小学停课，养殖业含农业经济损失是真惨重，佮引起真侪摆跳电，互庄稼工这出口产业嘛拢受到影响，嘛互美金的储备减真济，创7年来的新低。若要出进口的燃料费，发电厂停啊，佮要停电2礼拜。东南亚的国家对今年4月开始，就拄到200年才一摆的高温，搁一波接一波一直来。泰国4月15就创-45.4度的历史新高，5月初辽国是连续2天拢是-43度半，越南搁起哩到44.2度，改写历史纪录。本地6月应该够雨季，气候爱转凉，但是即马同款烧热，越南已经连续几落天拢超过40度，民生用电的需求是增加真济，当局只好减少路顶照明的时间，嘛呼吁制造业伫离峰时间才够运作。但是分区限电，同款互火锅餐厅这店无法度开，只好去做大型发电机。服务业这订单比去年增加7成。全国讲今年规个热天拢会遮热。公司新闻时会中编译。伫咧乌克兰南部的新卡科夫卡水坝，互人攻击规个放弃，这水尾坐声电是咧饮水，若准甲这地下这地雷冲出来，也是真危险。水尾4万人就要赶紧撤离。乌克兰是呼吁国际赶紧来因救灾。因俄罗斯也是指控乌克兰这是甲这个水坝创歹去的恐怖攻击凶手。规个城镇拢浸伫水内，几落千人一暝中间失去工园。乌克兰南部俄军掌控的赫尔松地区新卡科夫卡水坝，礼拜2号不明势力崩歹去，大水甲乌俄2国几落10个村庄拢淹去。虽然一寡居民虽疏散，不过也是传出伤亡。乌克兰政府持续向国际请求人道救援，嘛指控联合国甲国际组织无及时回应援助的需求。Зараз потрібна чітка і швидка реакція світу на те,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Навіть кожна загибла людина там – це вирок. Вирок наявній міжнародній архітектурі, міжнародним організаціям. 乌克兰当局指出，互人淹去的城镇有20个伫乌克兰境内，10个伫俄国占领区，有将近4万人需要疏散。因为水坝放弃，致使一寡地雷冲出地面，佮加水内有毒的化学物质真济，灾区有真大风险。乌日目前已经撤离至少1700人，表示已经有研究救助方案，要协助每一个受灾居民，包括遐个住伫俄罗斯占领区的民众。We appeal to you to take charge of evacuating people from the territories of Kherson Oblast occupied by Russia. We must save the lives of these people whom the occupiers have condemned to death. We must act now. 新卡科夫卡水坝，互人认为是代表乌俄中间的平衡。当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阵，乌克兰就要把水坝关起来，切断供应南部的水源。这届2国拢指控对方是崩坏水坝的凶手。俄罗斯外交部搁暗示是乌克兰执行恐怖攻击的行动。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世界银行甲经济合作开发组织 OECD 这2天拢公布2023也有2024年的这个全球经济展望。2个单位拢强调，中国解除清零政策的防疫管制是主要国家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不过，这 OECD 对罗西亚的经济展望，却是凭世界银行所预测的是更较歹。
根据 OECD 公布的主要国家，今年明年2年经济展望会当分组开发中国家甲先进工业国2大群组。由 OECD 的这张图表会当看到，全球经济今年明年2年实质 GDP 成长率分别2.7%甲2.9%，是 OECD 会员平均值的2倍。The improvements in activity and sentiment come among a lowering in energy prices, easing headline inflation, and better prospects brought on by China's reversal of its zero-COVID policy in December last year. 不过，中共能源计销调降，大米这的大宗物资流通有小可改观。不过，西人主席之一的意大利面，在进前的计销调降了后，已经无法度调降。除了开发中国家甲美国经济恢复正慢，欧洲国家也是要面对比较较大的无确定性。The major European economies have been strongly affected by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In the euro area, GDP growth is projected to be 0.9% this year and expected to pick up to 1.5% in 2024. 到伫 OECD 公布全球经济展望前一天，世界银行伫美东时间6月7号嘛发表类似的结果。其中伫俄罗斯的部分，世界银行估计2023年的俄罗斯实质 GDP 成长率是负的 0.2%，2024年是正的 1.2%， 比1月份预估大幅度调悬到 3.1%。若是 OECD 提出的数字，俄罗斯2023年是负成长 1.5%，2024年是负的 0.4%。世界银行的会员基本上以联合国会员占较大面 ，OECD 的38个会员加北约组织后面有真侪顶塔，包括加俄罗斯对立的波罗的海国家，造成国家的差别加经济前景预估的无同，是毋是有任何牵连？原来互人关心。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阮前的这个卡球明星梅西接受西班牙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伊和美国职业卡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签约，这背后伫咧斗三工的人就是贝克汉。梅西表示讲，厝内面的人的想法是上界大的原因。美国和阿根廷球迷也拢真期待梅西会当去到迈阿密踢球。阿根廷卡球明星梅西初次接受西班牙媒体访问的时阵，确认要加盟美国职业卡球大联盟 MLS 迈阿密国际俱乐部。这个决定互大家拢真意外，伊毋是转去死食巴萨，也是去沙特阿拉伯好野的球团希拉尔。迈阿密国际已经向梅西提出一份4年合约，年薪5400万美金，也就是差不多台票12亿6千万。美国甲阿根廷球迷也拢乐见梅西会当去迈阿密踢球。Well, it's going to be a huge influence for the American soccer team and American soccer in general. Having a figure like him in this country, it's tremendous. Acá lo hice mucho menos que en Barcelona o el compartir actividades con ellos. Y un poco de mi decisión pasa por ahí también, ¿no? Por el volver a, entre comillas, re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con mis hijos y disfrutar del día a día. Como dije antes. 梅西也表示，过去2年伫巴黎圣日耳曼生活得无快乐，伫得到世界杯了后，想要有另外一种生活。伫美国若离阿根廷较近，而且后一届美洲杯甲世界杯拢伫美国举办，这原来有助伊提早适应环境。迈阿密国际本来门票伫40至55美金中间，不过7月12日，梅西可能头一届要伫主场比赛，门票已经起到一张495美金。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中正大学的面册社团有老师伫咧替中国所举办的夏令营伫咧招生，讲这食甲大拢唔免出钱，学生只要家己出机票钱就好。即马就有一个本土的政党认为，这是一种统战的手段。另外，前总统马英九的基金会也规划7月要邀请中国高境大学的这个学生来到台湾做交流。刘委会表示讲，任何专案申请要来台湾交流，拢爱遵守法规，而且符合交流的目的，这对两方皆是有帮助的。歹册歹啊，徛铁马，学生找袂透早赶去学校上课还是读册，因为8月开始就是中正大学期末考周。阁说来许热，后来社团有公布要招学生去中国参加夏令营。中国的议题对台湾来说可能有一点敏感，但是在学术交流上面还是可以开放。10天的青年夏令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按7月初3到12，参加的人会当和北京体大、北大交流，
参观北京故宫颐和园甲山西凤冈石窟应关木塔这景点，干拿出机票钱就会当参加，引起通奸争议。伊的章程内底有写的，它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在从过去他们办的活动的照片里面，然后出席名单里面也有中国的统战部。除了防通奸，基进党更加烦恼，那学生过去北发表不利中国的言论，恐惊会用扣啊。中正大学讲，这个老师退休真久，校无法度管。协助报名的老师反驳讲，活动是正常交流。开放给几啊间校，台湾要对言论自由跟民主有信心。两岸交流是正当的行为嘛，去学习嘛，应该有信心去影响他们啊，不然我们开放大陆学生来那边读书干什么？台湾的伟大就是言论自由，各自解读啦，各自表述啦。除了中国在招学生交流，3月底去中国制作的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崔培宣布讲，要邀请中国国营大学的师生的访问团，在7月中来台湾。现在紧张的时刻能够有大陆的同学来台湾实际的去倾听台湾民众的声音，了解台湾真实的情况，我相信这有助于舒缓两岸的关系。刘委会讲，任何专案申请来台交流，拢要依照法规符合交流目的，嘛可以提前邀请单位甲受访学校，再当帮助两岸的良性互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学者蔡金树2018年伫中国厦门失踪，落尾伊去互中国指控是台湾间谍，被判刑4年。即马传出讲，伊顶个月已经刑期满了出家，说因为4年附加刑期，互限制居住一个厦门的高龙书。海基会今仔日证实讲，蔡金树已经出家，要含伊保持联络。因若呼吁中国就要依法保障人权。2018年伫中国厦门失踪的台湾学者蔡金树，2020年佫出面，是伫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节目，主编认罪是台湾间谍，互中国判4年。因为我在大陆20几年了，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但是却被军情局利用，作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传出蔡金树伫今年5月出监，暗过因为有剥夺政治权利的4年附加刑期，也互人限制出境，佫互人限制伫厦门高龙书店员活动。海基会册被证实蔡金树出家的消息，同时呼吁中国依法保障人权。蔡金树先生出狱之后呢，本会呢有与他的家属以及他本人呢保持联系哦，那呢关心他的近况以及需求，适时的提供各项协助啊，呼吁陆方必须要依法呢来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与合法的权益。因为参加香港反送中运动，共款互中国指控是间谍的屏东邦寮乡政顾问李明基，2021年刑满，却因为2年附加刑无法度转来。不过，捌互中国关押的李明田期满了后，就互释放。伊讲中国附加刑好亲像无一定的标准。中国广泛的用所谓的附加刑为理由，在很多中国政治犯出狱以后，继续把他软禁起来。中国把对外发言也当作一个政治权利，所以他为了限制你的政治权利，他把你软禁起来，这完全是中国政府的扩张解释。另外，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丽嫣2022年伫中国被抓去，代籍人士陈武钦以抹黑中国为理由，2019年入境中国的时阵，互人抓去。退休教授施正平2018年互人以个案理由关押伫北京。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刑妇怀文心爱越建案，顶个月发生工程意外，撼到台中捷运的列车。在台中市政府下令刑妇怀建案所有的工地，拢爱停工进行安检。落尾民调所发现讲，这刑妇怀集团有5个建案还佫伫咧施工，批评市政府根本就伫咧暗号。不过台中市都发局表示讲，这拢是刑妇怀子公司，而且也无挖进捷运的工地。工人巡视场地边仔的吊车嘛伫工作，这个伫台中台湾大道加宽中路口的建案，承造单位是刑妇怀集团的营造公司。民意代表指控顶个月刑妇怀伫南屯的建案发生重大工安意外，造成台中捷运的乘客1死10伤。台中市政府当时下令刑妇怀建案的工地全面停工安检，不过实际上查访却发现，至少有5个建案也是伫施工，市政府有拍假球的嫌疑。当刑妇怀发生严重的公安事故之后，台中市政府所列管停工的对象呢，却仅限于作为起造人的刑妇怀建设公司。可是有非常多属于刑妇怀集团的营造厂呢，到现在仍然继续施工。显然，台中市政府我们卢秀燕市长有包庇打假球之嫌。
黄秀达表示，目前兴富发集团包括造成重大事故、文心爱业在内，拢总交的建案，互人下令停工。不过，也是有5个集团所属的建案继续伫施工。台中市政府是讲，这个建案是兴富发子公司无挖建一运沿线的工地，伫行政法法属无共公司法人，必须个别判断是毋是有违反法规，会函文中央查清楚是毋是爱包含集团的子公司，要求全面停工。都发局昨日在函文请中央营建署、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事事厘清，可否溯及该集团的子公司、营造厂、建筑师、塔料公司等相关施工案件，全面勒令停工检查。不过，民意代表批评6月7日劳动部专案路检兴富发所属的30个建案，加其他县市政府所发动相关稽查，拢有包含子公司。颠倒台中市是发生代志的县市，竟然有无共标准，实在互人想无。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看线，咱来看新竹竹北的风采5字矿建案工地附近的车路4月底发生这路边崩塌事件。县政府要求建商对5月开始要对这地质状况每10天做一摆雷达检测。今仔日特别针对社区大门口人行道开始检测，社区代表也去到县政府向今仔日来新竹的监委订正。社区每一户窗仔门拢挂布条，大门口阁打出求真相的口号。新竹县竹北市丰采520工地附近道路崩塌事件，6月7日进行第5摆检测，因为前几天人行道涂骹底也出现掏空的状况，所以特别扩大检测范围。这一周会针对大家可的社区做人行道的开挖来看看是不是有更其他的一个松动。如果有松动，会再去跟我们的透地雷达做比对，就可以让透地雷达的这个科学数据能够更客观哦。那目前我们有发现一个区块，它的土壤密度是有比较低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地雷达跟实际状况来做比对。所来检查报告会交第三方单位做鉴定，在调查报告也未出来进前，会扩大观测的范围，控制风险，来进行安全鉴定。增加社区检测点，另外建案附近的社区代表把专工去县府向监察委员订正。我们希望要先把真相调查清楚，之后再由县政府依照这个真相要求各个相关单位，包括自己县府的单位，还有更进一步是丰益建设，他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接下来我们讲的要做安全。怎么样能够赶快抢险？怎么做才是对的？其实我们也特别去找了第三方的，也就是这个台大的专业团队，然后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小组，成为最高的这个总顾问。所以针对大家对于未来有任何的这些需求，其实我们都会保持着就是配合，而且可以第一线的直接跟这个住户来沟通。社区代表批评讲，包括崩塌的责任、鉴定的进度、雷达检测的结果，目前拢看无到。大家根本无办法继续安心待在厝内，呼吁爱赶紧成立调查小组，用早厘清相关问题，让大家安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敢有法度1礼拜休3天呢？这劳动部昨有邀请劳资团体等单位来讨论。不过劳资团体普遍拢认为讲，目前各行各业拢欠人，若准缩短工时影响愈大，也会影响到收入。若准全国要来推动，一定有困难。不过劳工团体是建议政府透过增加固定假日来降低总工时。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予台湾加做亚洲第一个1礼拜休3天的国家，得到超过5000人联署支持，提案通过。劳动部就邀请劳资团体、政府相关单位开会研商，与会人士普遍认为1礼拜休3天是好的方向。也毋过疫情过了后，各行各业欠工，若个实施休3天，连着上安怎经过这个大改变是一大问题。大家其实还蛮一致的，认为说，方向这是好的，但是现阶段是有好多的困难，包括从教育面，那学生的这个上课时数如果集中，那要不就是一天上的时间长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寒暑假可能都要减少。与会的劳资团体感觉，欠工严重之下，各缩减工时，可能互人力更较欠。资方团体特别强调，像旅宿业欠工真严重，那1礼拜休3天，人力会更较不足。几个社会现象，第一个少子化，第二个就是这些从业人员的这个工作态度的改变。
现在政府帮我们找这个防护员或是找清洁员，都还会替我们补助5000块，都找不到人啦。现在周休2日的落实程度就已经不理想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先把这个周休2日落实之后，然后再来看说，是不是可以鼓励一些企业，他们可以去实验这样的一个方式。劳团认为，一礼拜休3天影响劳工实际收入，现阶段应该先落实一礼拜休2天。也讲各产业差别大，现阶段全国同齐推动一礼拜休3天有难度，建议政府透过增加固定假日，甚至降低总工时。那劳动部甲人事总处会伫累积各方意见了后，量早伫平台上做出正式回复。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出现头一个囡仔感染到胶水的案例，是一个4岁囡仔，互因厝内面的人画到。疾管署表示讲，这个囡仔对发病了后，就无搁再去幼稚园啊，评估这风险较低，不过也是拢爱注意做自我的健康监测。这个国内头一个囡仔的交头个案，是住伫北部4岁查甫囡仔，目前伊是轻症住院，伊是去互住伫厝内的人画到。这个查甫囡仔6月初1日暗时煞咧出现发烧、目睭无爽快、骹手还有昏眩、起水泡。因为这个症头一直无改善，到病院去互医生看，检查通报是确诊，因为是去互已经进前确诊的厝内的人画到。所以嘛，真做家户感染。针对这个幼儿园当中，届时就是评估有这个跟这一名确诊幼童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师生的部分呢，是都会建议采取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疾管署表示讲，这个查甫囡仔发病了后，就无去伊读的幼儿园，目前疫调相关的接触者嘛无出现症头。卫生单位评估讲，这个传播风险真低。目前包含因做伙住厝内的人、幼儿园的同学，也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拢爱自我健康检查21天。第一个，他那个习惯不容易控制，然后第二个，他也很需要人家的帮忙嘛。不要说那个患者他有伤口流出来的汁液，或者说他可能口水脱一，那小朋友身上有伤口摸到，或者摸他的眼睛就感染了啦。所以说主要是因为大量触摸所造成的。专家认为讲，因为交头有可能透过生活用品擘大来去传染着，特别是幼儿园囡仔会因为经过因的铁佗面来消化，爱特别张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开始变热，这乌龟开始伫咧喘。台中营总利用乌龟的 DNA 激发出大皮肤的乌龟疫苗，透过动物实验显示讲，连续打3届，这保护会当挡到10年，是为什么会当这厉害用大的咧？咱赶紧来看卖。肠胃闭起来，手骨全是红红整整血粒，拢是互乌龟仔定的。天气愈来愈热，学名台湾甲病的乌龟仔地咧环形，好变就真困扰。为着避免乌龟仔困扰，台中营总有医师研发出大片式的疫苗。为了让它固定住，所以我们会用一个透气性的膜，就是固定住。拆开大片，往手一打就完成注射。台中营总表示，这项技术是为乌龟仔的脆软线找出过敏源，顺化提出 DNA 做成大片疫苗，透过动物的皮肤实验来掠算人类的寿命。6礼拜打一摆，每一摆1点钟，连续打3礼拜，防护效果会当达到10年。模仿小黑蚊叮咬的地方的这个皮肤呢，它的一些过敏细胞的浸润呢，都很明显有减少，增加对小黑蚊叮咬的免疫的耐受哈。那被咬以后就不会痒。目前这项成果除了互国际期刊刊登，也准备进行人体临床试验。那专家表示，目前要解决乌龟仔侵扰，用一般多糖菊类防蚊产品效果无好，应该爱选用含有特别也是派卡瑞丁的成分才有效果。不过也爱注意避免接触皮肤。喷在衣服上啦，或是说小朋友的话，就建议尽量就是不要喷在那个皮肤上面。那但是因为它有刺激性啦。对，所以一般会比较建议就是用派卡瑞丁。江美玲另外也表示，乌龟仔爱喙较短，无度通过衫来定皮肤，建议外出时穿长裤，也是连续性的运动，也会当有效避免互乌龟仔定。记者综合报道。
虾米上拍甲人无共款的前拍？这个校园推动检讨中兴大学引进共享电动自帮车，这学生甲教职员只透过手机 App 就当租车兼扣钱，推出的头一天，学生就真介意。电动滑板车出现伫咧大学的校园，学生甲教职员移动上更较灵活。中兴大学3年前引进公共自行车入来校园了后，即摆又决定提供共享电动滑板车的服务，加一项大步的选择。启用头一天，去面真侪学生拢想要来试看卖。会。怎么说？会，因为很酷啊。很酷。对啊，没有骑过那个。要看它的点色在哪吧，就是怕离要去的地方太远。手机下载 App。连起你扣钱的小户，就会使租用电动滑板车。校园伫咧学生常常出现的11位热区设站，放40部电动滑板车。学生教职员租用前5分钟12块，了后每分钟0.8块。上路上悬的时速上限是15公里。因为台湾政府宣示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兴大校园是预定提早10年达标，因此力推绿色文具。我们希望中兴大学可以在2040年就达到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校园全力的来推动节能跟减碳。我们会用软体设定那个电子围篱，然后它是在学校的周遭会让同学经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就会失去动能。滑板车的业者是强调，8月开学进程会增加到65台，每一位骑的人拢有投保公共意外险，车辆会使马上来追踪位置。校园也有设置电子围篱，骑出校外就会自动熄起动铃，确保使用者的安全。记者台中报道。为了要让学生对在地文化更加认捌，台南的复兴国中就利用本土语言浸水式课程，由国中2年到3年的学生做回来创作一出做10岁戏剧。有真侪学生对本地无啥会晓讲台语，即马豆豆学也进步真多。阿公带孙来看府城第9的文化活动，做10岁是少年家长大人的理想。这出做10岁戏演员是复兴国中的学生，因家己写剧本，佮结合技术做12项礼拜七娘妈的成礼，这敢若参像真的。这其实是复兴国中本土语言浸水式的课程，透过戏剧学生讲过程中台语进步真多，让我的台语进步的非常的多，跟老人的聊天也可以变得更顺畅。都怀念我10来岁的时阵，阿姑来甲我做10来岁，真正嘛足期待这些小朋友大家来遮。复兴国中今年是第2届申请本土语言浸水式计划，这个学校将台语结合技术社会甲基本等科目，发展跨领域课程，创作一出做10岁戏剧。学校表示，上届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将所学到的会当运用伫咧生活，嘛甲咱的社区做结合。独立的意涵，包括着社会责任、家庭、社会、自己这3个部分都要有所察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剧场的方式，在筹备的过程里面，让他们沉浸进水了后，会当开始内化到自己，那对社会有所贡献。做10岁是台南传统的成年礼，真侪爸母会伫咧每当旧历7月初7，带囡仔去感谢七娘妈的宝贝。虽望这个国中生也未满岁数，不过因真期待实际去做10岁模样。因为近来嘛有愈来愈侪学校重视本土语言，全台市的国中今年就9间参加台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明年通过审查计划学校有12间。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这柏林导演的头一支空翕纪录片《看见台湾》伫10年前播送，让观众用全新的视角重新认捌这块土地。虽然导演落背不行来过往，不过看见这柏林基金会有邀请资深纪录片导演麦国明说落去制作《看见台湾3》，除了透过空翕机以外，也会唱水落去海里，按算明年就当放送。按天顶额头看台湾，看见上水的景致，嘛见证受伤严重的土地。导演谢柏林10年前的看见台湾，让观众用全新的眼界认捌台湾。2017年不幸来过身，即马有人来接手了。纪录片导演麦国明要接续《看见台湾3》的工作，伊讲要按玉山出发，立足雪山。
雪山是我们台湾第2高峰，泰雅族的圣山之外，它是我们台湾几条重要的溪流的发源地，大概有1300万人都喝来自雪山的水。看见100年基金会伫初尾举办看见台湾公演10周年记者会，头一届公开看见台湾山的预告片，一届要用空拍机飞入山谷甲松林，嘛会创立海底关心生态。看见100年基金会讲，会继续透过镜头见证台湾环境的变迁，关心新的环境问题。我们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又在一步一步的摧残了我们这一块土地？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很深刻的去检讨。100年导演的阿母、家后和后生，拢特别来出席记者会。这届纪录片号名《看见台湾山》，基金会讲看见台湾里的荣耀，永远保留给这导演。新片按算伫明年公演，会继续看见台湾，和改变持续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6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今仔日带大家去倒佚佗呢？这温泉。好，介绍北投温泉乡。酒加菜，来捧出来。第2种温泉叫做白虹。咱做伙来浸一下，哈哩哈哩。咱宜兰人哪有输人不输的来？来介绍咱所有的冷泉。啊，对对对对对。气泡吼，为土内面吐出来，伊甲这地下水甲冷泉有相关。你安那倒水过？这个口味我唔捌食过。嗨，多人珍惜。暗时啊，未到煞，差不多8点。你来做导演，我来做摄影师。小学生用因的角度记录家乡的故事。宜兰北成国小是台湾第一间将媒体素养放入正式课程的学校。那你喜欢这个课程吗？我们手脚才会动，就很高兴。就是不会老化，让你觉得变得比较年轻。小学生的纪录片用心透过小画面，开创开阔的大未来。因为青春，所以有梦。6礼拜6下午7点半，